呢個園景啊，非常之靚哦。咁如果係中意健身啊、運動嘅朋友，真係買在維港灣呢邊係非常之 OK 嘅。可以在我哋小區嘅沙灘入口啦，咁行路散步上嚟呢邊嘅一個住宅區啦，同埋小區呢邊嘅話都係園林非常之靚嘅呢邊啦，仲可以望得到海景呢間單位100年1方嘅一個大露台，非常之闊綽。主要嚟講咧，業主咧都係完完全全未裝修，相當於後期都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風格再重新去裝修。100年1方嘅一個3房2衛，總價只需要55萬蚊，單價5000幾蚊。有興趣可以接落嚟睇呢條片啦。Hello， 大家好，我係10零銀燈燈啊！依家咧嚟到係10座嘅，今日同大家推介呢間單位，都係可以望得到海景，100年1方嘅一個3房2衛啦。咁呢間單位嘅話，業主基本嚟講係未裝修嘅，相當於全新吉屋。如果係自己中意裝修，可以買啲自己中意嘅家私入嚟咁呢間單位嘅海景都係非常之靚嘅包括依家我哋呢間1樓嘅一個花園平台都可以望得到海景咁幾乎嚟講嘅話，我哋今日推介嘅單位嘅景觀都係差唔多嘅咁事不宜遲，我哋一齊上去望望呢間單位嘅一個前房。咁依家嘅話，我哋係位於維港灣嘅一個10座嘅咁頭先我哋在園林呢邊都可以望得到海景。咁其實呢間單位有一個古老嘅景觀都係非常之靚仔嘅小區嘅一個園林綠化啦，真係非常之 OK 咁旁邊呢邊係長沙灣花園嘅呢個小區啦旁邊係有個兒童樂園啦，同埋從1期到2期呢邊嘅一個環山步道。咁右邊係屬於維港灣呢邊嘅一個小地塊。咁我哋係位於相當於都係前面呢邊嘅一個6座，都係靠前排一個位置嘅咁呢間單位100年1方嘅一個3房2衛，相當於佢嘅露台係非常之闊綽嘅，連通埋第2間房。咁我哋睇翻房間呢邊嘅一個前房比如話如果係中意自己裝修咁其實呢間單位非常之 OK。相當業主買咗呢邊嘅一個店係1日都未住過咁家私呢邊嘅話，業主係相當於之前係搬走咗嘅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入戶位置咁從入戶位置，其實呢邊一個單邊會帶埋呢個窗戶啦包括開發商呢邊嘅一個交流標準3合1嘅一個智能密碼鎖，同埋後面都有一個全屋嘅一個電掣箱所有嘅一個開關都係標得清清楚楚嘅同埋呢邊嘅一個可視對講機啦，相當於可以撳掣再叫親戚朋友上嚟咁呢個廚房嚟講100年1方咧，都係屬於一個大3房啦。咁佢廚房嘅空間係足夠嘅通埋呢邊嘅燃氣，帶埋呢邊嘅一個窗戶同埋業主呢邊擺咗一個雪櫃啦相當於業主都係間時間，可能之前都有過嚟呢邊煮飯可能佢係相當於擺咗啲個人物品，後期都會再收走嘅咁呢個作台都係 OK 嘅喎，仲可以收納其實係非常之靚嘅咁我哋再睇翻呢個房間前房咁呢邊第2間房咧，佢係連通到露台，相對係業主咧，佢係有過嚟呢邊煮餸啦，不過未過嚟呢邊住，所以其實呢邊嘅床褥都係全新未拆封嘅旁邊都做咗一排嘅一個衣櫃啦。主要嚟講，呢間單位仲可以望得到海景朝東南朝向嘅呢個海景都係非常之靚咁我哋再睇翻第1間嘅一個細房間相當於開發商呢邊後期打通咗嘅一個2+1房咁其實在呢個房裏邊咧，擺一個1米2嘅床
主要嚟講爭啲嘅地方，呢個房間咧冇辦法擺個大嘅衣櫃，咁可能係一個比較細嘅位置啦。咁業主都係裝埋呢個冷氣機嘅。我哋睇翻主人房，主人房呢邊嘅話，佢都係帶埋呢個飄窗同埋景觀都好靚仔嘅，景觀仲可以望得到同露台一樣嘅海景再擺翻1.8米嘅呢個床啦，咁其實我哋之前都有拍攝過101方，都係在前面呢幾座528000左右嘅呢個銀碼嘅單位啦。不過佢嘅海景咧，其實係冇依家我哋呢間單位咁靚嘅。沖涼房呢邊咧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佈局因為維港灣呢區嚟講比較新啲，所以我哋睇到嘅呢個瓷磚佢包括嘅淋浴空間，所有嘅用材用料都係比較好啲嘅。咁我哋後面佢都係相對有一個衣帽間嘅一個位置啦，同埋嘅公共嘅呢個洗手間區域都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帶埋呢個窗戶嘅一個位置咁其實沖涼嘅位置獨都係非常之闊嘅咁其實睇到呢邊嘅一個瓷磚到頂啦業主都係擺咗啲個人物品咁其實呢邊嘅櫃桶嚟講都係比較新啲嘅非常之新嘅一個櫃桶咁我哋簡單睇完呢間單位啦我哋攝影師可以將呢邊嘅牆身放大俾觀眾朋友望望。所以咧，其實呢間單位完完全全你買咗之後，除咗可以買啲嘅個人嘅一個家私啦，或者係想裝修一下都唔需要大搞。所以佢嘅全屋裏邊係非常之新嘅咁至於我哋呢間單位嚟講嘅話，佢係非常之近沙灘。咁到沙灘呢邊嘅話，落去都係7-8分鐘啦咁如果係揸車上嚟都係3分鐘左右啦。摸到呢個景觀，同埋咧都係在維港灣靠前排嘅一個位置啦。咁呢間單位嘅單價咧，佢係會有落嚟5000幾蚊嘅一個價錢，望得到呢個視線，唔算話海景非常之闊啦但係咧呢間單位靚係靚在住屋裏邊嘅一個維護，包括係101方嘅一個3房2衛，非常之實用。咁其實在維港灣呢邊啦，樓下有京橋巴士可以去到深圳路同埋蓮塘嘅1個鐘頭一班車。呢個社區係有28班車，其中嚟講在維港灣即係到沙灘嘅一個入口嘅位置啦，佢係有10班車左右嘅，都有穿梭巴士可以去到嘅3期同埋1期嘅一個位置。不過我哋依家望唔到嗰邊嘅一個區域啦咁呢邊嘅一個交通係非常之 OK 嘅。咁維港灣呢邊嘅一個生活設施，樓下呢邊佢係有新鮮超市包括穿梭巴士都可以去到3期嘅一個市場啦，海鮮市場啦，同埋嘅銀庫市場，去到1期呢邊嘅一個銀庫市場，大致都係樓下穿梭巴士班車嘅一個大致7分鐘左右嘅一個車程啦非常之方便咁呢間單位啦，如果係中意嘅觀眾朋友，我要盡快上方二維碼。始終嚟講，呢間單位可能爭啲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海景唔係話非常之闊綽。咁位置嚟講，佢係靠前排中心嘅，雖然話唔係最前排嘅海景，不過呢個性價比55萬嘅呢個價錢性價比係 OK 嘅咁大致嘅一個前房計算，我哋下期再見，拜拜。